汤德章是这个1907年这个出生哈，日治时期出生的。那他的背景比较特别哈。那他的爸爸叫做这个新居德藏哈。那他的爸爸是这个日本人，也就是当时候来台湾这个工作的日本警察。那他的妈妈呢是台湾人，那叫汤玉。那他们两个结婚在那个年代其实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当时候一开始日治时期的初期，日本的公务人员是袂使和台湾人结婚的，和这些所谓的本岛人啦，因为所谓的内地人和本岛人是袂当结婚的。那所以他们的婚姻其实是比较低调的哈。比较特别的是，汤德章的爸爸在当时候，他小时候呢就遇到这个所谓的嘎巴尼事件，就噍吧哖事件，我们预警的这个噍吧哖事件以后呢，因为他是日本警察，结果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被台湾人杀害了，所以后来就因为，所以他的背景比较特别哈，较特别哈，那他就因为这样子由妈妈来抚养长大，所以他跟妈妈的感情是非常好，然后跟姐姐感情也非常非常好，就是安尼过程，伊的成长过程非常的特别的，伊是一个日本人和台湾人生出来的囡仔，结果伊的爸爸去台湾人杀死。了，伊伫1947年2月事件的时候，搁去所有的这个来的中国来的外省人，迄个时阵，这个所有的外来政权的国民政府吼杀死所以伊的一生其实是非常的特别。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台湾族群的缩影也就是说，他一直在认同上面，到底他应该是日本人，日本时代出世，我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显然，汤德章是过身的时候，伊选择要做一个台湾人，所以伊开始去用庆台时画出这个用日文画出这个台湾人万岁吼。那伫迄个时阵，咱讲伊的个性的关系，所以其实对公众事务还是很积极参与。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接下了这个所谓的当时候战后的时候，台湾有这个所谓的台湾人这个人权自由保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基本上就是像现在的法服机构，是替一些穷人或是说受到司法迫害的人呢，去进行这个法律上面的协助。大概在228发生以后，台南的治安，因为汤德章是治安组的组长伊当时因为这位警察搁做律师，所以其实是对这个部分是真专业的所以透过城大找城大，迄时阵有青年教授因来到三港来组织这个所有的学生来协助维持台南市的治安。咱知影迄个时阵学生其实伫战争时期拢有受过上基本的军训的这个军事训练所以其实因拢会晓一寡一般的这个使用机械啦、枪械，因都会有这些基本知识他就请他们来协助来维持台南的秩序那么因为安尼呢，就对了。当然董事长的认为讲，汤德章就是这个煽动这些学生跟这些的主谋所以就因为安尼的关系了，将因家说不止汤德章啦，迄个时阵伫313进前的时阵的，冲入去议会的时阵，因将迄个时阵当时的所有议员，包括杨志昌啦，人家顶的遐人，全部拢抓起来全部拢去用抓起来了只是最后被这个枪决的只有汤德章一个人因为伊的过身一个人的牺牲，所以互迄个时阵的台南并无发生大规模的这个屠杀的行为因为伊无对象那第二就是嘛，因为伊的牺牲了对啦，所以实际上是保全真侪台南人的生命。可能我们很多人家里的爷爷辈的，可能当时候都有参加，你可能不知道，可是他之所以还在，还会有你，可能是因为汤德章那时候因为没有公出来名单也没有交出来，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后一代那到底有多少人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讲总是这过程内底我想他对台南或至于228这个事件来讲，伊应该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所以伊较重要的是伊留下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所谓的勇气跟他的这个担当那我想这个精神和这个历史是应该爱让所有人会当了解。为了让大家能够认识这段历史，2012年3月，汤德章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透过文献史料、照片、影像等面向呈现，让社会大众能正确且全面地认识汤德章律师的历史史迹、精神价值。走进室内展览，第一个空间重现汤德章律师事务所工作场景，包括生前职业使用过的办公桌及汤德章亲属收藏的屏风。
这个空间也将当时228事件中汤德章律师遭受迫害事件发展脉络做非常详尽说明，及其一生对于日台身份的认同问题，以此为导言，作为故居展览开端介绍。从事务所进到内部，这里原本是汤德章及家人居住空间，至今还维持着当时1940年代的日式设计。如今这个空间介绍汤德章家人及其从成长、求学、当警察再当律师的过程，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当时从台南师范学校退学的学校记录。汤德章甚至在课本上潇洒地写上了退校纪念。那这个地方是以前那个汤德章他们家人的这个餐厅呐，好吃饭的，他们全家人吃饭的地方。这个地方现在展示的内容是228事件，当时候汤德章在228事件发生的事情。那这里是谈的是汤德章当时候被枪决的过程哈。那另外同时间也有几个台南人，在228事件里面罹难，跟他一起。那有的可能跟他有认识哦，例如说像王玉林先生，因为他也是参加这个自由人权法案委员会，所以他跟汤德章先生有认识哦。那这些跟林茂生博士，然后还有同时间跟汤德章先生有关的这个成大工学院的事件，当时候这些学生，虽然没有被枪毙，可是他们都被逮捕，都因为这样被逮捕哦。那后来当然没有被枪毙哦，因为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名单没有公出来，所以没有被枪毙。第二个部分是当时候的校长一直替学生陈情。然后发了很多公文陈情以后，最后学生用悔过书的方式，后来被关了一阵子以后，全部都放回来。那这些人，大部分也都过世哦。他们后来都成为成大很重要的学者跟老师哦。这一个房子又写下另外一段白色恐怖的历史，也就是说，除了被228被这个枪决的汤德章先生以外，另外还有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叫张大邦先生哦，他小时候也住在这里，在这个房子里面长大哦，所以他也留下了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记忆跟照片哦。那我们后来找到了以后，就跟人权馆还有家属联络，然后把他的资料也放进来这个馆里面，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房子承载的不是只有228的时候，它更跨越了这个白色恐怖，所以让更彰显这栋房子在台湾人权教育上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空间跟场域啊。往内继续走，这个展示空间介绍的是1947年228事件以及1949年白色恐怖发生的起因、经过及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并且透过228另一位受害者台籍检察官出身的吴鸿麟律师日记，看见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枪声四起，经济上百业萧条，人民生活困苦。字字句句都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肃杀气氛。日记最后一篇则由家人代笔，描述其尸体被寻获已死亡。何谓转型正义？透过2楼的展示空间，也将汤德章纪念馆成立的缘由及其代表的意义做详尽的说明。聆听当时曾目睹汤德章被公开枪决目击民众的口述历史，更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段历史记忆是不容被遗忘的。最少可以透过这个纪念馆理解台湾曾经有一段这样子的历史哈，也就是说，那实际上人类是这样，唯有记住那一段，牢牢记住那些事情，才不会再发生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纪念馆最大的意义就是，透过这个纪念馆来进行台湾的历史。记忆的回溯。那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透过这个了解这段历史来以后，来进行比较深刻的民主跟人权教育啊，让他们理解人权跟民主是什么东西。为了感念汤德章英勇无惧的精神，台南市政府将汤德章律师遭国军枪决的民生绿园更名为汤德章纪念公园，更是将其殉难日3月13日定为台南市正义与勇气纪念日。然而，汤德章故居过去却爆发过几次拆除危机。2012年的市定重划，最后透过历史街区特别条例得以保留，并由当时的赖清德市长挂牌登录为名人故居。2020年却因为产权易主，又再次面临被拆除。最后由台南市民间团体发起募款，
透过集资平台发起抢救汤德章故居活动，并在短短1个月期限内成功募得所需经费，而这也创下国内民间募款抢救文资的首例。如今在纪念馆的2楼就列出参与抢救汤德章故居的8000多位捐款人及企业，书写下这段共同开创的历史记录。通过集资这件事情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意义，其实是我们在透过集资的过程，在建构一个台湾人新的这个共同集体记忆。因为会参与集资的很多都是年轻人，当然也有年长的人啊，也有年长的人，很多海外的台侨，那甚至这个集资过程里面有日本人，有台湾人，有旅居在国外各地的，那甚至有日本的律师相关的单位也很关切这个事情。那产经新闻啊等，他们也都很关切这个事情，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的关注，那也引起很多日本朋友的关心。那透过这个所谓的集资平台，它是一个新的媒介，那我们可以汇集这些所有的人，产生一个新的共同记忆。但我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有这么多人其实认同汤德章先生，而且觉得他对台湾的贡献，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代表了他其实他的精神，或者是他对台湾的重要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是有这么多人肯定他。那第二件事情其实是，这样子的事情也创下了全台湾文化资产保存唯一的第一个例子，是由民间人民主动出资将它买下来，那我觉得这也让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保存进到另外一个领域，跟以前传统的这些必须透过不同的手法啦，或专家学者的这个方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进到一个新的领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物件，一个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东西，透过人民的认同，你民间认同这个物件，感觉这个物件重要。那其实这个东西远超乎于文资法给它的法律框架，所以我们觉得它更大的意义其实是这个东西，也就是说，无关乎文资法是不是给他列级的身份，而是台湾人民已经告诉你，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是无比的重要，剩下的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可是文化资产不就是这样的吗？它更重要的东西不是官方给他一个身份，而是台湾的人民认不认为这一段历史重要，认不认为这个东西重要，这件事情恐怕比保存的技术或者是这个给他什么身份来的更重要。我想这是更大的意义啦。